Kobe Bryant， 一個家傳戶曉嘅籃球界傳奇，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但再勁嘅 Kobe， 亦要有湖人隊嘅隊友配合，先可以成就佢嘅傳奇。而我就喺 BNI 揾到我嘅湖人隊，加速生意嘅增長，合作共贏。我就係資深會計師 Ken 張。我喺會計師行業已經27年，其中13年長駐深圳，擔任財務總監，管理多達60間公司、7間工廠。清華大學畢業，法律會計雙學位，令我熟悉中港兩地嘅財稅。而澳洲會計碩士都令到我擴闊咗國際嘅視野。多年嚟，我建立咗唔少中國內地同埋香港嘅合。不過生意往往去到一個位置咧，就會出現樽頸。咁點樣先可以加速生意嘅增長呢？我喺 Mamba Chapter 認識咗地域路，強化咗我公司嘅業務，打破地域限制，幫助客戶拓展海外市場，提升廠家自動化生產能力。Ken 張喺我哋嘅 Power Team 當中擔當好重要嘅角色。清華大學法律嘅背景，令到申請資助嘅客人非常安心。有關中國內地同埋香港會計及稅務嘅問題，佢都可以好精準咁解答到，大大增加咗客戶嘅信心，成為我哋 Power Team 當中最穩嘅後盾。球隊入邊一個人係獨食難肥嘅，所以 Give First Gain 好重要。我哋嘅 Power Team 緊密聯繫，就連每一位隊員嘅 schedule 我哋都清清楚楚。最重要嘅係我哋團隊唔會向對方抽成，無論係進攻定係防守球員 Give First Gain 一齊揾 project 一齊做，最終整個團隊創造超過7000萬嘅生意額，合作共贏。We had great confidence with Ken Cheong and his Power Team, and immediately we thought, could we leverage on BNI platform to make this work? So we successfully launched this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BNI Hong Kong and BNI Singapore and became part of this Lakers team. BNI 真係一個好好嘅平台，佢就好似 NBA 一樣，籃球人人都可以玩，但 NBA 咧就只有一個。佢將最出色嘅球員集合，建立咗無限嘅生意機會，加速咗生意嘅增長，合作共贏。我就喺 BNI 揾到我嘅湖人隊啦，你呢？